下一段講惡業嘅殃罰，嗰部現前啦。不知為善，乃至不肯為善，到呢度係一小段，呢一小段係咁嘅幾句：不知為善，後受殃罰，故有窮乞、孤獨、聾盲、暗啞、痴惡、妄狂，皆因前世不信道德，不肯為善。就呢段經文，皆表造惡之過失。以廣為不善，復殺害生命。呢個世間越係福報大嘅，殺業就越重。故受窮乞、貧窮、乞丐、討飯度日者，孤獨、無父若孤、無子若獨，呢啲都係人間非常淒慘嘅事。細路冇父親，年老冇仔養佢，所謂孤苦伶仃。景興雲：孤者無父母，獨者無子女。老年冇人照顧，細個時候冇父母照顧，呢啲都非常淒慘，全都係業報。聾耳聽唔到，盲眼睇唔到，暗係啞巴口不能言，暗下呢啲都係口不能言。痴係愚痴，痴呆。惡，很惡，我哋常講心狠手辣。妄係弱，身體衰弱，智力衰弱，都屬於呢一類。狂，我哋而家講神經唔正常。上面所講嘅不信道德，不肯為善，呢度係將嗰啲果報嘅因講出嚟啦。